为了宣传拥有全世界三大土浆温泉之一的关仔岭，嘛是全台湾上早开发的天然温泉，已经超过100档。所以，台南市政府连续第19档举办温泉美食节来促销，其中不动明王的亚节顺行更是重头戏。记者会中透过精彩歌舞带动，市长委托嘛亲自来宣传大家。邀请大家来亚节练身体、浸温泉、享受美食。关子岭的温泉水的源头经过整顿之后，它的涌泉量也是已经渐渐稳定，而且泉水的品质非常好。因此呢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然后尤其很多文化活动、很多美食都等着你来。那来关子岭泡温泉，到后壁到东山，甚至到这个青营柳营都非常适合，因为柳营牛奶节也即将开始了，所以说来这边可以说一举数得，遍游这个畅游大兴营的观光各景点，欢迎大家来关子岭哦。今年活动嘛，首次甲台电合作推出省电闯关解码游戏，也有机会抽1万块的旅游机票，邀请大家10月14到11月12把握机会来到关仔岭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